伫个统一赛 Uniqlo 早来热情的啦啦队舞蹈表演，为活动献上上精神的资源以外，另外全中运的吉祥物大圆甲甜甜，嘛甲啦啦队来跳起专属的应援舞，为全国中等学校的运动会将伫个台南举行来宣传。启动，为选手加油！114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即将在4月19日到24日登场。台南市伫2023年才拄办完全国运动会，接续迎来过了22档全国中等学校的运动会，嘛将伫个4月19到24，伫个台南要来盛大举行。市长表示，办理全国中等学校的运动会，除了靠中央的支持。另外，嘛爱地方的执行，甲着各界企业的全力小挺，希望透过市府甲企业的公私协力，会用个造互各选手勇敢来对望，创造上好的成绩。其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对于台南来讲，是已经睽违非常久了。上一次我们举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已经是2003年了，距离现在已经22年了，这么久没有举办，我们觉得也蛮可惜的。所以说我们。很勇敢的把它承接下来，优化了我们的场地，而且呢，邀请全国最多的这个最大的运动赛事，总共有超过18000人来从场角逐哈。那全国运动会是全国等级最高的，但是它的运动选手人数大概12000，那但是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参与率更广，那运动选手人数高达18000以上，所以呢，欢迎。各位一起来台南这个古都，而且是科技新都，一起来体验最高对于我们参与人数最多，对于年轻的选手最大的鼓励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。现场市长除了感谢各赞助企业、甲公庙、宗教团体，并且颁发感谢章。预计全中运的盛会，嘛将伫个3月2日，要伫个一在金城来点起，向前营耀起点对台南开始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